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谓道成肉身，就是身在肉身显现，身以肉身的形象来做工，在塑造的人中间。所以既说是道成肉身，首先务必是肉身，是具有正常人性的肉身，这是最起码该具备的。神所道成肉身的含义，就是在肉身中做工生活的神，神的实质成了肉身，成了肉身，成了人。道成肉身的人性是为肉身的实质而有的，没有人性的肉身是不存在，是不存在的，而且没有人性的人就是非人类，这样肉身的人性就成了神，道成肉身固有的属性。谁若说神成为肉身只有神性，没有人性，那就是亵渎。这是根本不存在的说法，而且违背道成肉身的原则。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做工的是在人性中的神性，是神性做工，不是人性。但这个神性是在人性掩盖之下的神性，其实只仍是完全的神性做工，并非人性在做工。但做工的是这个肉身，可以说是人也是神，因为神成了活在肉身中，活在肉身中的神。有人的外壳，有人的实质，更有神的实质。正因为他是有神的实质的，有神实质的一个人，所以他高于任何受造的人类，任何可以做神工作的人。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解开，叫他走。
所有的有人性的人中间，只有他是道成肉身的神。除他之外，则都是受造人类，都是受造的人类，同样具备人性受造的人，除了人性便是人性。而神道成肉身却不相同，在他的肉身中，除了人性，最主要的是神性，最主要的就是神性。既说是神道成了肉身，那他的实质就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，这个结合成为神自己。而且是在地的神自己，是在地的神自己。既说是神道成了肉身，那他的实质就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，这个结合成为神自己，而且是在地的神自己，是在地的神自